Hello， 大家好，我是玉婷，终于来到了这个我本人非常期待的系列啦。那今天呢，就是如标题所说的，标题每次都破我的梗，向江蕙二姐致敬的台语歌曲组曲系列，也就是要向我们永远的台语金曲歌后江蕙二姐致敬。那她的歌曲每一首歌呢，都是非常经典中的经典。那要把她的歌串在一起，组合成一个组曲，对我来讲就是选择障碍症，非常的困难。就是大概当初在选的时候，应该有20-30首。但今天呢，我们就是先选了我一些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定要唱给大家听的江蕙二姐的歌。总共有11首，那11首我们会把它变成组曲，也就是下一次的 cover 歌曲 MV 要上架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开启我的小铃铛。那今天要创作的呢，也是用亚克力油画创作，然后我选择的是在我家，要非常静下心来创作这幅画，因为这幅画在当初我知道有组曲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是想说怎么办？那我怎么画这个画？之前每一幅的意境都可以很直接的呈现，但这一次有11首歌拼接在一起，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我想了很久，不知道要怎么呈现，然后又想要创新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最后我左思右想，就想到了，有一个绘画技巧是我没有在这几次的创作中呈现给大家的。那这次就刚好可以拿来运用，那我们就开始来准备我们的材料，然后开始来画画咯。今天比较特别，今天的打底是用奇异笔先打线稿，然后就会变成这样。这个纸胶带是非常好用的，但今天我是要拿它来分色块。我们先来完成最中间的这一条吧，楚河汉界。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这次用的笔比较不一样，它是扁头的排笔，然后它是小的，这个拿来涂平整的色块。很好用，那我们现在还要再来涂一个红色的色块。画到现在我都没有沾水，因为我想要它走一个很饱和的色块。其实这个水彩笔一小包，它其实才25块台币而已，但是其实很好用欸。好。现在这个地方我要小心画了，差不多要停止呼吸了。应该还可以，那我现在就要把它顺一下它上面的笔刷的痕迹，让它变成是完整、很平滑的一个色块。红色的部分呢，刚刚已经吹干了，然后有一些地方等一下还是要用别的颜色去把它修一下边，我已经尽力了。这边是我刚刚停止呼吸画出来的线条，还行，等一下再细修一下。那我们现在要调另外一个颜色。那我现在把纸胶带撕起来，看看会不会很平整。哎呦，好像还可以，有一点点细微的、小小的白色的缝。好，这时候呢，它那个很细的地方就要换一支最细的笔，这一支吧。好。就决定是它了，又要再度停止呼吸。
个比我平常在画眼线还要难。好，这样是不是很平整呢？好像再一点点。好，我都快脱妆了，差不多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上同样颜色的色块。好了，第二个色块上好了。然后我红色的颜料其实不太够，所以它这边有一点点不饱和。等一下再看看有没有办法再把它补救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差不多完成了50%，就是把我的画布上面的红色跟驼色的这个，也不是驼色，它算是有点姜黄色的土黄色啦的色块。然后呢，再来我要再上2个颜色，就是把白色的部分再分为黑跟白，然后再细修一下所有色块跟色块中间的边界线，这样这幅画就差不多要完成了。这个真的是要慢工出细活，它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是蛮难的。它要控制好每一个色块笔刷的均匀度，然后跟边边的流畅度，很难。那我们继续往下画。那我们现在要上黑色，但因为我觉得黑色有点太沉重了，所以我想要加一点银色，看看会不会变成银黑色。然后我想要在这2个色块去做一个银灰色，其他的地方这2个，因为剩下4个嘛，4个区块，1、2、3、4，对。这2个颜色做银灰色，然后这2个颜色做正黑色，然后上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来修边了。会用到蛮大量的黑色，今天的颜料除了白色以外都用到蛮大量的，都有一点不够，因为其实要上很多层它才会比较饱和。好，那银色挤好了，我们就来调看看，我们来调调看能不能调出银灰色的感觉。调颜色，它混合的时候其实蛮疗愈的，跟它对比起来是不是比较淡一点？感觉银色好像要再多一点，那再涂一点银色。镜头这样看得清楚吗？这样分一半，左边就是我要的银灰色，那这一坨的话就太深了，然后这个是最深的，所以这样应该分得出来。哇哦！上去的颜色还蛮美的，而且你看，可以直接把它红色盖掉。好，到这里没有贴，我就要靠我自己的手感了，难不倒我的。好，那这个部分呢，这一块呢就完成了。把纸胶带撕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平整？好像有点印到白色去了。那这个就是等一下我要来修的地方。哦，这边很平哎。银色好像很明显，它就会有那种笔刷的纹理，就想要把它变成平的。25块的笔断了，它很好用，对，很好用，但是大家别忘了，它才25块，所以不要太计较。但是谁知道刷到一半，今天可能超出它的工作量了，坏了。但是怕等 Q Good 等都有用，我把它接回来了。每次画画都有那种很惊恐的事情会发生，突发状况，但我把它接回来了，应该可以继续画了。
天啊！我终于把这个边勾勒好了，因为黑色画下去就是必死无疑，所以这个边就是没得救，而且我红色饮料也没了，所以我刚刚脖子快要扭到之余，我的眼睛也快要脱汤，因为都没有呼吸，也没有眨眼睛。哦，天啊，可以，把它的边画得很顺畅，然后就可以撕黑色的胶带了。噔噔噔噔，成功！太好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色块，最后一个地方了。但这也是今天最难的地方，因为它完全没有直边，全部都是弯的。我又要不能呼吸了，然后不能眨眼睛。好的，我们现在就是黑色的部分全部都上完毕了，整个色块都已经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修一些很细微的边边，然后跟上一些线条的框，这幅画应该就完成了。勾勒这个细的线啊，非常的麻烦。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有多麻烦，而且它要画很慢，然后手会非常的抖。所以我已经把整张画都贴近我的身体了，这样我觉得应该要戴一下眼镜。我这样乍看之下有没有像老奶奶的刺绣？就是一个老花眼镜。好，这样远看呢，这两个线条呢，应该还算是顺的。对，就不能近看。那我们继续把它完成。这幅画就是折腾了差不多也是3-4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它的工非常的细。因为以为它是一个很大色块，就是很像上色，把它涂一涂就好。可是其实 no， 它的细节呢非常的多。所以我刚刚在最后雕刻那个线的时候，我雕刻到就是眼睛都快要脱窗了，因为它真的非常的细。然后但是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签字笔直接画上去，它的线条会比较顺。这也是一种方法，没有对跟错，但是我还是选择用最细的这个工笔把它描绘出来。那我要来解释一下这幅画为什么我的江蕙二姐台语歌的组曲会用这样的方式呈现，这也是我平常比较少呈现的技法，就是一个几何的色块拼接。那顾名思义，我们要做组曲，所以是想要用成拼接一块一块组曲的感觉。那你肉眼看到会是红色最大面积，因为红色呢，我觉得代表我对江蕙二姐的崇拜、热情的心。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我的 vocal， 然后其他的颜色呢，当然就是我觉得像二姐的歌里面有一些比较沧桑的经历的歌曲，比较悲伤的黑暗面的歌曲，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少女情怀的啊，就是留白色的部分。那一些中间地带的，可能思念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探戈的歌曲，会用一些比较流畅的色块去做拼接，来代表我心目中想象的这一次组曲的作品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就是我今天真的画的很久，然后很专心的、很细心的在雕刻它的细节，我觉得也是蛮酷的一个体验。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的下一支 cover 歌曲 MV， 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听，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那今天的亚克力油画创作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